湾俗语摕来谈，深色趣味是有内涵。欢迎收看《报道歌丁》，我是林佩元。台湾俗语是咱祖先伫这个土地生活体验所产生的智慧。报道歌丁特别用俗语带乡亲，咱做伙来去看咱台湾人的故事甲文化。常常听人咧讲吼，咱台湾啊是三步一小庙，啊五步吼就一大庙。这是咧讲咱台湾有真济间的庙宇啦，就亲像讲伫咧新北市的新庄啊，敢若是一条老街顶悬吼有4间以上的土地公庙啊呢。啊，无怪俗语伫咧讲吼啊，庄头庄尾啊，就土地公。啊，伫咧婚姻斗人吼，嘛有咧讲吼，街头妈祖经，啊街尾就观音亭这款讲法啊吼。根据咱的统计呢，全台湾吼差不多有超过13000多间的庙哦，这个数量吼是比这个便利商店还佫较侪。啊，为什么咱台湾人吼，都这么爱拜拜哈？啊，去到庙内吼，咱除了是拜拜咧求平安之外呢，其实庙吼，佫保强了真侪叫政府做袂到的社会功能。同时吼，咱庙的建筑呢，保存了真侪台湾文化演进的过程。所以讲庙，唔那是干那庙而已哦。手举三支香，诚心祈求，希望生命保庇咱万事顺遂。庙是大部分台湾人心内的寄托，大细项代志拢甲身边讲，所以庙嘛是咱自细汉到大汉生活当中早就已经惯习的所在。啊，毋过有一群人来庙里，毋是干那为着拜拜求平安的尔，因拢是来听庙的故事。这寡庙的故事藏伫咧壁顶、大条、厝顶。啊，阁有其他平常时啊，咱无注意到的所在。有时阵神明要甲咱讲的话，就藏伫遮。猪八戒是这个是三藏，所以这一边就是孙悟空他们那票的，啊这一边呢是另外一票的。原来庙除了是拜拜的所在，也阁传承一个民族的文化，看得到社会跟时代的变迁。因为在日治时期有一次比较重要的整修，我们刚才讲的昭和年间的整修，所以那个时候。开始带进来那个欧式的花砖。台湾的庙宇真的是一座艺术的宝库，你可以看到太多我们一般庶民的生活。不管特别来拜拜，还是我来上这课，还是来翕相，我只要大家心情非常顺，很轻松，因为我这边可以得到很多知识。你有想过讲吼，咱台湾为什么有这么侪的宫庙？为什么有这么侪寺庙？啊，这个庙吼，平常时因的功能是啥物？啊，因彼此之间吼有啥物无同款的所在？所以咱今仔日呢，真欢喜会当邀请到咱的庙宇文化的专家，嘛是伫咧社区大学担任台湾传统建筑讲师的郑胜杰老师。主持人、观众朋友大家好。是安怎话咱台湾的庙宇会这么啊侪吼？啊，一般人讲会伫拢去拜拜啊，啊拜这间甲拜这间有啥物差别？人无共款，就拜无共款的神。啊，来自无共款的所在，咱的祖先来的所在无共款，所以无共款的人，伊就会早来无共款的信仰。哦，是。像咱艋舺，咱这个南华人、惠安啊，甲晋江的人，因去迄间艋舺的龙山寺，是。大龙帮，有一间保安宫，迄是当下个东华人所拜的庙。啊，艋舺的青山宫，迄是惠安人拜的庙。所以无共款的人，因有无共款的宗教信仰，所以因就会去无共款的庙来拜。所以有足侪人的所在，都一定有足侪的庙。奥迪西亚遮的人，伊会是过走，是过去，啊，所以去到无共款的所在，伊有搁去无共款的庙。像咱真侪人知影即个五分埔，吼。做三千有名即个五分埔，啊，咱迄当阵啊，五分埔为下港起来，才系乡亲，主要来自彰化啦、云林这个所在，啊，所以因就为云林，哦，云林即个5年千岁，哦，为即个马明山的定南宫，云林即个神明来起来台北，所以佫起一间新的庙。是，啊，像咱伫咧即个大场町，真出名的即个城隍爷，伊本来伫咧艋舺，啊，因为即个族群无共款纠纷的关系，啊，所以咱一般讲上简单的即个冤家娘债，吼，啊，无走伊无共款的所在，啊，所以走伊大场町遐去，所以伫遐落地仙君，佫起一间新的庙，
所以有人的所在就会有庙，所以咱台湾这阵侪庙。去看讲迄个所在吼，伊原本洪晒的这个神明是倒一阵大概就已经了解了，讲伊迄个地界原本伊的源头是对倒位来，吼，迄群人是对倒位来。哦，所以讲原来一间庙吼，毋那是看这个表面啦吼，安尼其实伊背后迄个历史吼，有伊迄个移动吼，伊个移动啊个过位的迄个分野。这个信仰的无共款，伊嘛有起无共款的庙，比如讲做田人，伊可能拜这个咱讲的这个神农大帝啊是，吼啊那迄个。比如讲搬戏的，啊，阮做戏就是电刀万岁，所以无共款的人，伊就会拜无共款的庙。有伫时啊，还有一寡真特别、真趣味的所在啊，像阮咧做这个文书的调查，阮就捌拄过一寡情形，讲嘿，竟然迄落有钱人为着无爱互因某要拜拜的时阵，爱行足侪路去别个所在拜，竟然就家己出钱伫咧家己的土地顶悬。去一间土地公庙，互因某去拜，所以毕竟有伫时阮就发觉，哦，原来有的庙后壁就是代表有一群人、一个族群伫遐，所以伊就共款有无共款的这个物件，有这个特色伫咧。所以咱伫咧庙内底就会使看到足侪这个悬的现象，比顶悬就会去写讲某物人哦悬什么物件，还是讲悬偌济钱。哦，大家有样去拜拜，人讲吼有拜有保庇，啊若拜了以后就无代志。但是哦，毋那是咱一般人啦，尤其是迄种吼，若是有头有面的人啊，是讲政治人物啊吼，因可能讲会去庙的内底走动啊吼，去甲这个神明讲一寡话吼啊，听讲吼这上变这件代志，还有学问的对吧？你像咱即马画面看即个变，即个真特别吼，伫咱迄个北港的朝天宫。哦，这是朝天宫的。对，伊这个是向上的咧，日本时代总督上的。总督哦，安尼这真大呢。对，所以讲，你就在去想为什么政治人物要去送这个匾，而且唔是干那咱汉人参日本人，伊也去送这款物件。我听较官生潮来讲，啊，伊每一个人拢希望做大官嘛，咱会当互顶司提拔起来做这个官位，咱嘛希望会当顺顺利利做煞，会当安全落台。吼，所以每一个人伊会去送无共款的物件，吼。所以啊，佫有就是讲，像淡水艋舺这个所在，因为以前咱清朝发生这个甲法国的战争，啊，当阵尾也拍赢，啊，所以这首长就甲这个代志报给了皇帝知影。啊，当然大家可能敢唔敢一下就讲家己功劳偌大，吼，就先讲啊，神明保庇。所以当阵皇帝就赐过了匾，互咱这个庙。你就像即马看到这个，就是咱淡水的龙山寺。哦，因为就是观世音菩萨，所以讲才会主行普渡，这就是安尼啊，这礼有艺术。嘿，对，这是咱迄个于右任先生，吼，伊所写的这个真水的立体。啊，像这有伫些就是咱地方上的老百姓，还是讲好个人，大家做伙捡钱来送。所以你看伊后壁，这个关系有足侪人的名，人名拢伫遮。对。所以讲算讲是公德主。大家做伙来送的物件啦，吼，这就是安尼。啊，这中国有写一寡石顶楼两对哈，啊，搁这石花鸟吼，石花鸟条子。啊，可能有伫些伊，咱要起庙，伊无定逐项拢知影有法度参与。啊，毋过自拄啊开始参与咱上侪就是咱地方上的这个人，不管是做生意的，吼，还是地方的人士，因就在起庙的时候去寄付这石条啦、虫仔啦，还是讲直接寄付钱，互庙去买材料、酱师傅来起。咱这间庙才有法度起甲足水足大间的。是，就是讲这有钱的人，可能伊拄啊是在地人，所以伊可能伫咧咱庙咧筹备要起的时候，伊就知影，所以伊会去直接寄付这个钱，啊，甚至有的地主伊会去捐献土地互庙里来起厝，甚至讲啊庙会起好了，今仔庙后摆无钱通个维持，吼，可能伊会寄付一寡田园厝地互妈祖，当做伊后摆，比如讲寄好庙，当然神明无可能家己去种田嘛，啊，这个田会使互咱对其他百姓来个种，啊来收租，啊收的这个租的租金呢，就等于会使做咱寺庙后摆维持运作的这个经费，所以无共款的人也用无共款的方式去表达伊对神明这个敬意。其实有遮尔济庙吼，啊，可比讲一条街啊有遮尔济土地公庙吼，啊拜多一间敢有差？土地公足多。啊，我像我以前伫外口，我有一段时间家己拢到外口，定时过走。啊，所以就是啊，若搬厝。啊对，搬厝的时候，我就先去注意，附近有土地公无？啊，就把前景拄过迄个情形讲，附近有两间土地公，啊，到底是要来拜多一间？对，啊，所以就要去问厝边隔壁，逐种的神明无共款，啊，这嘛是咱台湾这信仰真有意思的所在啦。若要讲到这吼，有真侪故事头讲啦吼，啊，若甲咱吼身躯边吼拢足接活，所以讲有真侪国较庙宇的故事呢，咱也先休困一下，休一下喘。那啉一嘴仔茶，下面咱就来请老师来甲咱解说。
报道高阿丁，内容足丰富，有地理，有历史，嘛有人文甲故事。咱若是知愈多，捌愈深，对咱台湾就有影响。咱定定讲伫咧即个庙内，去看到即个密布啊，吼，啊，佮有即个毛戏啦，吼，啊，这我最有兴趣的，就是讲是安怎啊，落寺院啊，即个庙吼，宫庙内底，为什么爱刻即个动物啊，吼？寺庙还是讲即个宫庙吼，算讲咱若一般要讲起来，好多公共建物，伊都有一点仔社会责任，吼，咱讲即个。高中教校，还是讲要传一寡咱这历史故事，互咱后壁子孙，还是今日时势当知影。有诶，伊会用人物诶故事直接就甲你讲，啊有诶就用一寡图形，吼来甲你做一个比例，啊，互你了解。像咱即马画面顶悬看到，即两支大支诶厝顶诶茶顶悬，你看遮就画两尾鱼啊，下骹呢4只枪。枪，嘿，哦，两只鱼啊，4只枪，这就是咱这个易经内底咧讲的两仪四象。哦，是。因为咱可能以前足侪人无一定有读册，你受文雅，伊无一定会当了解。但是你用图甲画起来，伫顶悬，来到这个庙的时阵，啊，让人家解说了，了解这个意思。一方面欣赏伊的水，啊，一方面啊，会使教育。啊，你若唔知，你就问人，会使讲过。咱这个毛戏为什么会伫足侪庙啊是建筑物内底拢会出现呢？啊，伊的意思就是讲到咱以前的考试的制度，咱讲科举吼，伊伊的即个公民，啊伊若有即个1甲、2甲，着公民的即个人有安尼分。啊，而且呢，做即个木雕的人呢，佫真趣味吼，伊伫即个毛戏内底佫甲创立3元及第。吼，咱讲3元及第，吼，就自下骹开始，你考试，大家拢考啊足顺序的。啊，佫一个。你看这两个，伊的形体无共款，为什么有的人就感觉，为什么两只毛的却无共？嘿，所以这就安尼是一对，一只公的，一只母的，一对。对，所以伊的形体内底其实拢有足侪含义，吼，伫内底咧甲咱讲这个故事。啊，佫有的呢，伊除了用图形以外，咱中国的这个文理，除了是一种咱讲要传达艺术以外，嘛是一种真美丽造型的艺术。所以就是甲这个理甲。换做另外一个形体，啊去甲藏在这个图形内底，互你内行的，爱斟酌看有，啊外行的看无，我给你就看水，看水就好啊。像这伊遮就唱4个字，遮嘛唱4个字，这是咱妈祖经内底，吼，公参造化，德配乾坤，是咱讲咱这个妈祖，我拢看无呢，我都无。这就是咧讲咱妈祖的这个神威啦，吼，还是咱互咱对，有的这个图形吼，虽然较复杂，看无啥有，啊，毋过头讲的都是有的图形，伊啊创啊足简单的，互你看有。是。啊，毋过看有除了知影这个形体以外，伊后壁到底是有唱啥物意思？像咱头仔讲的这个毛戏啊，这个我听讲这个题材呢，其实真简单。你看两只鸟，那主持人你感觉这姓啥？吼，白菜。对，这是白菜。所以这出戏叫做白菜鸟。这个鸟伊是用咱汉文以前这个古字啦，吼，古早字咧讲这个灯会时的人，有两字的讲法，讲做耄耋。哦。好，啊，所以伊就用这个鸟甲蝴蝶是来代表这两字。啊，所以这个鸟就是代表灯会时的人。灯会秀。啊，这个白菜呢，就是处于迄个形体色。青的甲白。对吧？伊的色有青的甲白，代表咱中文咧讲的清白。哦，清白。所以灯会秀个清白呢，就是讲一生清白。就是讲咱做人爱活灯会秀，啊，毋过一生清清白白。啊，当然足侪故事吼，有伫遐有好的，有正面的，勉励人讲去做好代志。啊嘛，有伫遐嘛有一寡负面的。负面的是要创啦，提醒你啥物代志唔好做，对，唔通做歹，还是讲你唔通有一寡无好的想法，爱看代志，爱看正面，还是讲摕负面的物件来勉励你，吼，唔好惊。对，啊，像这呢，伊嘛是共款4个一组，伊叫做4不足。4不足，伊其实吼，伊是一个官员，讲起来伊是本身就是一个无好的官啦，吼，咱即摆讲的就是拢会共乌西贪官，系贪官，啊，毋过就是因为高贪，所以伊真好养。哦，是。啊，毋过毋管伊安怎开吼，伊就永远都袂知足。足侪人比起来已经有够好个啊。伊嘛是袂知足。是。啊，像下骹即个呢，伊是一个咧讲一个皇帝，武帝，汉武帝。对，已经做皇帝啊。是。啊，伊个啥物无知足呢？伊想要终生不老。哦，是。所以足侪以前的皇帝就是讲，我做皇帝了后就
叫伊的官员去求什么神风妙药，伊都是中心不落的药啊中心不落，吼，伊都唔愿要落来啦，吼，简单讲就唔愿要落台。啊，另外这两个呢，这个咱看到一个美女，是啊，咱看到美女呢，咱以前拢形容拢讲啊，水干那仙女咧，是，这个就是仙女，上哦，吼。伊已经做仙女啊，啊，不过伊也佢唔甘愿，逐工透早起来照镜咧化妆，拢想讲啊，会当安那搁较水一点啊无？吼，心永远袂知足，甲人比起来已经足好啊。啊，上下骹即个呢是平祖。哦，陪做。对，咱讲陪做。做。啊，毋是伊唔会收嘛？对啊，已经有800年。活到800几岁，吼，活到800几岁。啊，不过伊若咧拜拜烧香，伊嘛是搁一直求讲啊，会使搁加活几年啊？袂？是哦，啊，伊即个活久啦，拢已经800岁啊。是，所以讲这就是用富民的教材啦。是吼。讲咱来知足，知足你就会快乐。还是有影死不足，哦，有影好是安尼。啊，其实咱看到即个建筑吼，有真侪迄个内容啊，即种真深性吼，啊，即个话吼，比如讲，即个咱老师啊，咱来讲即个庙宇的建筑吼，即其实伊的表现形式吼，咱台湾啊，当然啦，早期诶祖先过来的时阵吼，拢是有一个定型化的物件吼，啊有原始的物件，啊到咱台湾即马以后有家己变化，佮转化吼，啊你会当大概可能介绍讲即个过程是安怎样？咱的祖先呢，拢是为长山过来，吼，虽然因来自无共款的所在，啊，不过因来的所在呢，拢早来家己以前的生活方式等等的物件，包括建筑嘛是，吼，所以咱以前伊拢讲，咱台湾看到大部分拢是闽南的形体，这个庙，啊，不过呢，来住遮济时间了后，无共款的朝代，咱这祖先、这师傅，因就开始发挥出家己的想法，会去改变做一寡物件。像咱即马看到这北，这两个美女吼，是美女嘿是。其实因本来的形体吼，自早应该是咱中国传统顶看到迄个仙女，仙女的造型。是啊，不过为什么会变安尼咧？有啊。你看到伊真特别的所在就是后壁，有一对石蜡。对。吼，为什么这个石蜡呢？天数诶。对，无毋对，就是西方的这个宗教的影响，所以才出现这个造型。而且毋是干那安尼尔，你看这两个美女。因即马即个形体，啊，佮伊身体的比例，其实你若详细看，你会发觉讲，伊保成咱汉人，对啊，较像咱西洋，还是各位东南亚早来迄个风格所影响产生出来的物件。老师，这是伫倒位啊？这个真趣味吼，有伫遐讲出来拢无人相信，你会感觉讲啊，一寡大庙那会一寡这个看起较奇怪的代志，这是伫咱这个艋舺龙山寺。是哦，到底龙山寺。龙山寺正面顶悬的这个木雕，哎呀，后边咱看有真重一个。对，像这两个，咱头看到两个美女，咱即马看到两个这个重点。缘投仔送。对，而且这两个真无简单吼，伊个毋是普通的这个缘投仔送尔。是。穿西装跟内裤带吼，对啊，就西洋化呢，西洋化的造型，南部这个师傅因有种想法，讲以前咱要叫外族统治过，所以因就把这个人的形体呢，做作外族的形体，比如讲以前伫南部，因有讲迄个荷兰番，种这个戆番跟庙角，吼。安尼一种想法，啊，尾啊呢，这个题材，比作一个师傅表现的形式，都无一定干那迄种方面，啊，就转化做足侪物件，所以就出现这个穿西装的，吼，所以工程材料的演变，嘛去影响到寺庙表现的方式。像咱看到即嘛一百，咱以前定拢讲这个香菱千珠，双龙抢珠，拢是彩绘，尤其是立体足多。你看到这个，其实伊是较平面的，伊是作为日本时代兴起的庙顶悬，伊是用麻石啊，咱以前作为地板的话，你跟它石头一条一条啊，麻架有图形、有彩色的迄款物件。是哦。嘿，伊竟然用迄款技术，吼啊，作为这个柄，咱讲的这个牛顶悬，去画出双龙抢珠安尼图形，像即摆咱看到即几个就真特别。这是咱中国人的这个故事，吼，你讲囡仔讲话，什么这个妖精。海陵王这个故事，啊，不过伊的形体都是足西洋化的这个形体，所以文化的本身的内容伊是不变的。啊，是讲像咱庙顶悬厝顶看到这个物件，因为伊内底拢有咱中国人的含义，像这个伊摕一个球，啊，其实后壁佫有压一支旗啊，或者击球。击球。啊，这个呢，压一支迄个节，吼，咱讲迄个一寡兵器内底迄个节，啊，佫压一块琴，这个乐器，这个琴，所以。倒起来呢，或者击球结琴。哦。啊，像这都是咱文化内底内涵。这款物件伊是袂改变的。虽然用的材料、用的形体，还是讲造型，可能人的形体无同，用的材料无同。啊，不过这个文化内容的物件呢，伊是袂去改变的。这
文化意义，一直传承落去。是不变的精神是存在，但是伊的人凭伊的基纲是安怎去变吼，变到落尾嘛是变做咱是咱台湾的。所以讲，不管你是对倒位来啊，你是甲人去啥物去倒位看样学来吼，其实到落尾吼，咱伫咧在地这个所在成军啊了后，用咱家己的思想、咱的眼光去做，咱的基纲去做，游玩是咱台湾的，这是不变的精神，就台湾精神。可能讲去庙的内底拢无进无去，但是游玩嘛是听讲有一寡进去。进去的物件，可能讲你讲重要，还是无重要？吼，就甲咱信心同款，你若相信，伊就是重要的。是，吼，你都要去遵守一个规矩。是，吼，咱讲拜拜，为啥要先拜天公炉？天公炉，吼，天公上大。吼，所以一般人庙然后放天公炉的，咱一般都是为外口先拜去，吼，再拜内底的主神。所以呢，这个神明、主神也好，配殿的神也好，伊有一个因相较大、相较细，吼，神明嘛，甲咱人共款，伊有伊的修行的关系，吼，好爷上尾拜，因为伊的身价上价，而且对，伊拢米的多啊，哈，而且好呢。是讲咱这受累的，其实足侪拢是咱神明的坐骑，是，吼，因骑这动物，所以伊的质量也好，伊的身价也好是较低。你讲门要安怎开，还是讲安怎行？当然，咱一般有一个规矩伫咧，咱拢讲这个良病入，好病出，是，吼。其实伊原来用意是希望讲咱有一个顺序，咱人才袂做代志，才袂乱。中门咧，寺庙大部分咧庙可能拢尽量会袂开，拢感觉讲迄是神咧行的，可能咱拜拜啊，神要出门，吼，神桥要行神才创。毋过伫即卖社会，因为咱有的庙可能较出名，啊，大拜拜时人足多，你讲你若中门唔开，外行行，干那行边仔门，可能干那嘛无够，所以有的较大的庙，可能伊若拄到年节，还是讲一寡特别的节日，初一15啦，较侪人拜拜，伊可能中门嘛会开，互咱信众大概方便，出入较方便。是。所以讲有伫些这个规矩也好，这是咱人来定的。毋过咱对神明爱有这个礼敬的心，是。咱袂使凊，有的代志是袂使凊彩，就是讲有的爱翕相的人，为着翕好的画面，比如讲要拜这个顶头。吼，来拜庙还是创啥？吼，去买个香炉卡，还是徛喺香炉后壁？对，唔那危险，这就是一个真无礼貌的代志。是，因为咱这其他的神像顶头见过，拢爱甲神明拍招呼，还是来个礼敬。你徛喺香炉头前，对，你徛喺神明头前，对，安尼拜就是你啊，这是一种真无礼貌的代志，而且伫咧传统中。因咧讲吼，而且安尼嘛是真危险的代志。是啊，因为遐个神明讲歹听，你是一个人，这更神桥也好，其他的神像也好来甲你拜，变成人辈分较大的神明咧拜你，你敢承受得起？是啊，咱来讲辈分较轻的，可能等于老代志啊。是啊，所以讲这就是咱这个民俗的代志吼，是袂使滚生笑的。咱虽然无一定讲你爱外信，啊，不过咱这个尊重，这个礼敬的心一定爱有。过去寺庙嘛是一个教育的场所。甲咱的生活吼是有影足密足密切的，所以讲咱以为讲厝附近的这个庙宇吼拢真肃详，但是对伊的了解吼实在是太少了。所以讲后边呐，你若是经过这个宫庙吼庙宇的时阵吼，咱就要豆仔行吼，慢慢来去甲了解，就讲为什么吼会安尼这历史爱去甲了解。今日真感恩老师来到咱现场来讲这个故事呢。报道歌顶用俗语参故事，甲乡亲来博感情，唔通袂记得后礼拜继续来收看咱的报道歌顶。有影的，这个内底吼，像讲这人，这有影吼，伊。